大家都講有山頭嘅地方就有客家人，其實有日頭嘅地方天出有客家。日頭對客家人嘅重要表現喺每一個層面，用日頭加風來曬米粉，曬出來嘅米粉又 Q 又有彈性；用日頭加鹽來做福菜，玻璃菜乾、蘿蔔乾，時間一久食一沉，米絲咪越嫩。當然，沒有日頭直接曬出嘅好米絲，柿餅就係最好嘅理由。一籃又一籃金黃色嘅籽誒，做得係豐富嘅象徵，還卡係天然嘅表現。做年大家想法都冇按改，用日頭來保存食物，我想唔但將係客家人天天，大家都係按樣啦。喺個日頭正經食過，用日頭曬嘅東西，就會底下嘅米絲真經冇同樣。日頭曬出嚟食物嘅好米絲，咪曬出嚟客家人權儉食福嘅傳統智慧。有人講客家人係權儉嘅民族，我知道喺多頭嚟講，客家人係底下真米絲嘅民族。